我知影，我已经睡到无朋友，我嘛睡到连亲情拢走了了啊！我阁无够委屈吗？一定要甲我逼到什么程度？我从来唔知影，原来生做伤水，嘛是这种罪过呢。是安怎讲呢？我甲大家讲，比如讲哦，有个人哦，尿一个你就知影，比就知影啊，吼，迄面哦煮甲吼甜苦苦，啊吼，迄面哦煮甲敢若干神呢。啊，你看就知影已经母过啊嘛，啊，搁来，无就是吼，差不多20几年前啦。讲吼，我这两丸哦，叫做吼冠骨伤药会克死翁婿，结果我直直等嘛无克死伊啊，吼，啊20年了后，20年了后讲我吼，我本人变成贵夫人啦，讲这是贵夫人的面相。拜托的话拢是恁咧讲的，啊敢听会落去？我足简单的，要真还是假？最简单的，生一个囡仔，然后无生爸嘛无生母，生厝边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动骹手啊，感谢。你的笑点吼，都互我最欣赏的是讲，第一，你拢亏家己，嘿，你拢讲家己的代志，啊来亏家己，用家己过去可能毋通讲迄歹听的故事，啊，毋过你讲起来就感觉讲加足趣味的，吼，啊我尤其迄句啥物。克死翁等足久啊，等无，这我嘛有感觉啦，所以我做有同感。